来正大消息，继续来看国民党的总统提名，即摆是进入到侯友宜甲郭台铭之战。到国民党的立委来透露，讲国民党将会伫5月底进前完成到征调。新北市国民党的议员为着要配合到征调，按算要甲侯友宜的总职权为6月初提早1个月到5月初来调开。侯友宜讲，伊尊重党甲议会安排。若郭台铭即摆是启动陆战，除了伫新竹演讲、伫台南扫街之外，刷落来伫台中、台北甲高雄拢安排活动，希望伫30天内，这个民调会当来拼倒侯友宜。党中最快会在5月底前就征召完毕，市长有信心被征召吗？然后会不会觉得时间太早或太晚？其实我都尊重党里面的规划。尊重就是现主席侯友宜面对选总统的态度。总咨询时间可能会提早到4月底到5月初，为了去配合国民党征召。那市长认同这样的做法吗？议会的施政报告、议程的排定的时间，甚至有一些专案的报告，我都尊重议会。你把党团在助攻您提前说 yes I do。我尊重。不管安怎问，就是未表态。新北议会可能改既定因端，是为着斗打团总人赢，可能伫5月就要征调侯友宜。所以有国民党议员预计4月26，和侯友宜施政报告，做落来甲决定6月初5的总质询提早到5月初。能够及早征召，我们也是乐于新建的。那当然能够提早来做一个施政的这一个总质询，我觉得也没有什么不妥。支持侯友宜的议员斗3天调整脚步。贵党阵营嘛面子表战，22号伫咧新竹办头一场说明会，过两天来到台南扫街，27号伫咧台中参加2场座谈，说落来伫咧台北高雄嘛有真侪活动，希望甲声势有更较悬。只要国民党甚至我来当选的，我认为这军机就不会来。贵党也提出强起有意就未来，为的是插角来扑扑，让台海稳定、区域和平，国家能够永续繁荣，我相信是每一个人共同的心愿。侯友宜脚步徛在遥遥向前行，郭台铭等伊的自信，希望得到选民的支持。Hello， 我是叶明，想要看到更多更及时的新闻内容，请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按赞、开启小铃铛。